大家好，又嚟到一周法庭新聞重點嘅時間。今個星期比較矚目嘅案件係遭警方國安處通緝嘅潛逃者郭鳳儀，其父郭延生被控企圖處理屬於潛逃者嘅資金罪。法官裁定表證成立。至於3名被指係喺台灣成立嘅香港民主建國聯盟成員嘅15至26歲男子，被控串謀分裂國家罪，首次於區域法院提訊。案件將分為2部分處理。2019年沙田新城市廣場暴動案中，港大畢業生杜啟華用雨傘擊打時任高級警司梁子健，導致梁子健手指骨折。梁子健入稟索償，法院裁定杜啟華需作出逾15萬蚊賠償。最後一宗案件係名媛蔡天鳳2023年已被殺害肢解，前家翁鄺球懷疑涉案被捕，而鄺球購入嘅居屋單位早前因為斷供被銀行入稟收樓。鄺球確認佢唔會抗辯，唔會出席聆訊。警方國安處懸紅100萬通緝潛逃美國華盛頓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其父鄺延生涉嫌協助更改相關保險單持有人，並且提取保險單結餘，早前被拘控企圖處理屬於潛逃者嘅資金罪。郭延生否認控罪。案件喺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聆訊，控方2名證人作供完畢之後，裁判官裁定郭延生表面證供成立。案件押後下週4 10月16號續審。郭延生將唔出庭自辯，辯方會傳召1名證人作供。3名被指係喺台灣成立嘅香港民主建國聯盟成員嘅15至26歲男子，被控串謀分裂國家罪。案件轉介區域法院並進行首次聆訊。案件將分為2部分處理。15歲未成年被告嘅案件押後至10月31日答辯，2名成年被告嘅案件則押後至11月27日再提堂。3人均未有保釋申請，需繼續還押候訊。控罪指3名被告於2024年11月6日至2025年7月9日期間，喺香港一同串謀同與其他人串謀、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不論係咪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2019年沙田新城市廣場暴動案中，被港大畢業生杜啟華用雨傘擊打導致手指骨折嘅時任高級警司梁子健，入稟區域法院循民事向杜啟華索償。法官羅麗萍頒下判詞，裁定杜啟華需賠償152500蚊。案中原告梁子健事發嘅時候50歲，時任高級警司，其後晉升為沙田警區指揮官。舊年7月已經退休。佢早前庭上作供嘅時候，指右手無名指至今仍會感到痹痛同刺痛，被觸及嘅地方會有刺痛嘅感覺。手指屈曲嘅功能仍然未完全恢復。佢指醫生指其神經線受損，難以完全康復，只能透過摩擦使神經線適應，帶嚟心理影響。杜啟華亦都承認事發時有揮動雨傘，但冇擊中梁嘅無名指。名媛蔡天鳳2023年被殺害肢解，其前夫家翁及大伯涉嫌謀殺被拘控。前家翁鄺球被捕之後，更加被爆手持價值逾7000萬元嘅何文田加多利山豪宅單位，竟然能夠以綠表買入荃灣一居屋單位，但係該單位早前因為斷供，被匯豐銀行入稟收樓。案件喺區域法院提訊，原告指已經將聆訊文件送達赤柱監獄。鄺球確認佢唔會抗辯，唔會出席聆訊。另案官稅押後案件，以待雙方進一步呈遞文件，並評定訟費約為2萬蚊。入稟狀指，被告喺2020年7月17日向銀行抵押上文苑一個居屋單位，借取207.3萬港元，為未有逾期還款。匯豐要求佢歸還欠款同利息，並申請收樓。今個星期法庭新聞重點嘅時間又告一段落，下個星期再會。